兄弟姊妹們，這個要細見面，一到計上幫第一堂，一接拍第二堂嚟分講下起，見到嘅見有五種朋友啊，有個獎啊，你看啦，係乜啊？天下都係上帝坐來嘅啊！兄弟姊妹記得計幫計堂嘅講上帝錫自家有聽呢個堂呀，自家係認識自家嘅錯自家嘅做。但係呢，一錯世界做已每日嘅愛安提自家，佢嚟到世間出世按到耶穌基督，時世世界都係為了嚟撒相信佢撒，自家得救。但係自家係得救呢，因為自家人在社會裏喺度，自家一出世，自家都要就按到乜嘅跌落罪惡嘅人了呀。從下自家人在社會裏做，所有自家做嘅生下，做到按慈師嘅生死，做到上帝五合一嘅生死，就做上帝五合一嘅生死，自家都跌下罪嘅人。馬今日上帝嚟到世間，時吹攝時間，隔時間運，幾摸罪變擔自家嘅罪，時吹攝時間，嚟撒相信佢撒得救。呢一組是了麼咩講超時下麼份生嘅，呢一組是了佢心熱然後佢係份生，但係呢是到每個人相信佢撒得到生命呀。耶穌基督講我都係真理頭生命真理頭路，係嚟撒冇經過我撒冇能到天阿爸呀。意思嚟講咧，嚟撒冇相信我撒啦，冇能夠進到天家呀。自家進到天家，相信主耶穌，因為透過耶穌基督，自家能得勝，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呀。我哋兄弟姊妹，自家世界呢喺度都係面容嘢，思想按多問題，按多生死啊，自家係對付嘅。makanya自家要難嘅主，嚟家要同齊，要難嘅主嚟勸大自家，我相信自家能夠得到一個快樂，得到一個平安。社會呢喺度，自家得到一個平安，熱係冇差水呢喺度，自家能夠賺到錯自家嘅主，都係自家天阿爸按到耶穌基督名，感謝主耶穌，今日嘅禱告本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大家，有隻渴慕嘅心，有隻妒忌嘅心，嚟簽真理，嚟簽上帝，嚟簽主，使到自家得勝，自家得到一個恩典，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健康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上帝祝福大家，主耶穌祝福兄弟姊妹，阿門。